Bro 啊，我今個月安排緊一班爸爸嘅小組，一齊重拾籃球嘅熱血，專為啲曾經中意打籃球，但係而家覺得個身體跟唔上嘅爸爸而設。如果你都係咁啊，打5分鐘就喘氣、膝頭成日痛，肚腩頂住件波衫，細路喺場邊睇住你，力不從心，咁我整呢個計劃就係為你。我哋唔做啲不切實際嘅節食或狂操運動啦，唔使 gym，唔使掃卡路里，唔使每日靠意志力死撐。我叫佢做爸爸復出。313系統，3餐食粥，一套簡單營養補充品，3個短短籃球 style 嘅家居運動，每日咧只需要13分鐘。呢個小組唔係免費啦，但係堅 work，因為大多數爸爸2-3個星期就已經見效啦，肚腩細翻，體力翻嚟，打波唔再周身痛。如你加入，我會幫你設計你嘅90日個人計劃，俾你親自提供專業教練指導，教晒你點根據你嘅生活模式都可以成功滿血回顧復出球場。需要預埋你咩？請打個1、2或3字話俾我知啦。